主席就簡約公屋之前咧都引起好多嘅爭論值唔值得做？咁到咧結果通過我哋呢個撥款，咁到今天咧我哋呢個有呢個第一期嘅簡約公屋咧入伙，咁見到咧傳媒都好多報道嘅，我見到局長喺現場同埋啲居民咧影咗好多即係令人咧覺得好溫馨嘅相。咁亦都聽到啲入住嘅啦，就都幾多好評。第一咧就係真係佢從呢個劏房搬到呢一度，一個月突然間就多咗幾千蚊可以使用嘅，無論用喺教育方面啊、改善生活質素啊，甚至乎咧儲埋即係將來使用咧，其實都係相當正面嘅。我見到啲市民講起呢樣咧，就笑得好開心。咁另一方面咧，我就都睇到咧，就譬如話元朗油博路呢度咧，就係關於嗰個交通安排咧，都盡量做到好嘅。咁我見到就啲市民啊，都個反應都係好正面。但係當然啦，入住之後咧，無論係工作啊、學業啊、交通啊、各種居住嘅問題咧，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好好關心嘅。千祈唔好就係話開頭住得開心，但係整下就唔開心啦、後悔啦。我唔希望出現呢個情況啊。咁同埋咧呢一方面嘅正如頭先我哋啲同事都提出，如果係整合呢啲資料有數據有數字咧，其實可以講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公共房屋嘅個案研究。咁亦都為將來我哋嘅公共房屋嘅發展咧多一啲咧係好值得參考嘅資料。同時咧，亦對其他嘅類似嘅城市遇到呢啲問題咧，都係好有參考價值嘅。咁所以咧，我主要就係即係提出呢一樣咧，就係話喺嗰個跟進入住咗嘅居民嗰個生活啊各方面咧，真係做一啲深入嘅工作與統計。就另一方面咧，呢個我即係以前都有提出㗎啦，就係我哋對於咧係利用呢個 MIC 咧做呢啲簡約公屋咧，我作為工程業界代表就好有信心嘅。而實際上咧，疫情咧亦都促使到我哋咧係廣泛應用，主要係開頭喺呢個隔離中心啊、呢個方艙醫院啊等等。而實際上咧，亦都有多層嘅高層嘅建築物咧係採用呢個方法咧喺香港做得好成功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絕不係認為咧呢個技術上會有問題。咁但係咧，畢竟咧，佢嗰個成本雖然話比一般嘅正式嘅公屋係平啲，但係都唔係咁低嘅。所以係咪可以盡可能延長佢哋呢一啲嘅簡約公屋嘅使用期呢？因為我以前都有問過。咁今天問局長可能未必具體答到每一個項目佢係咪真係延長到幾多？但係我希望咧，日後咧喺呢方面真係要仔細啲研究，希望咧有一個多啲資料啦嚟到立法會，讓我哋知道啦，就更加好咁樣利用呢啲資源。多謝主席。就住嗰啲居民佢入住咗之後嗰個生活，今次好好啊！我哋個營運合約正就係將一啲物管嘅機構同社福機構拉埋一齊，佢兩家咧經歷過呢一個咁嘅安排咧，都好開心。其實可以一併咁樣照顧居民。舉一個例，我哋而家譬如油博路咧，佢個目標咧喺呢個油博路入邊嘅員工啊，即係幫翻油博路做清潔、保安、照顧花草咧，佢個目標咧希望可以有可能30%至1半嘅員工咧，都係喺翻呢度啲居民自己請嘅，好似請翻自己人照顧自己個家園，仲有人工又唔使即係成日搭車要去出邊去翻工。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安排。咁啊唔同嘅模式啦，或者佢都要翻去原本份工嘅點樣去喺個交通方面啊，或者俾多啲資訊佢啊，呢啲咧我哋嘅非牟利機構都會係繼續多做。嗰個MIC 嗰個我哋嘅設計其實佢有個重用嘅價值。喺各自嘅地塊，如果個長遠嘅規劃用途未出現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力去睇一睇，係咪能夠咧令到啲項目咧可以延長一啲，咁都睇下到時嗰個公屋供應嘅需要啦，或者延長嗰個可能性。咁多謝盧議員嘅提醒，呢樣嘢我哋都會記住即係點樣再去睇睇各自嘅項目咧，佢個可能性。而家我哋暫時睇可能
半到啦，可能佢個長遠規劃用途咧都係有啲時間先至會喺5年呢個空間度出現，有機會俾我哋延長一啲嘅，咁我哋都會再去落實咁樣去睇一睇。多謝主席。